走来看，这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着屏东枋寮乡的乡镇顾问李明基道歉的影片，搁来曝光中国掠着一批台湾的间谍。昨暝搁来播出着第2集，这个互掠去的是台湾籍的学者郑宇钦。郑宇钦伫影片当中讲，伊曾经是民进党的前主席杜英台的助理，也毋过杜英台讲伊毋捌这个人。总统蔡英文伫捷克的论坛当中，嘛以时事弄影的方式来演说，批评中国拢无咧顾虑自由人权。我学的是国家安全跟情报。 民进党前主席杜英台前助理，敢嘛互中国掠去啊？中国用时搁播出台谍的案件影片，这部影片内面讲的是台湾的学者郑宇钦，讲伊伫捷克查理大学教册期间，和台湾的国安人员吸收做情报工作，用时搁介绍伊捌做杜英台助理。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 杜英台伫面册顶写讲，毋捌伊希望中共当局毋通帮京当做马良。 牵拖管区，即摆搁牵拖党中央。台湾已经自由民主开放很久了，其实中国不必这样疑神疑鬼。影片中搁指控郑宇钦抹黑中国伫捷克的外交。伫同一暝，总统蔡英文伫捷克第24届公园2000论坛事前的会议发表录影演说。We have seen how expansionism encroaches on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Encourages border conflicts and disregard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详细甲看，人质外交煞变成中国报复其他国家的手段，像台湾、加拿大、甲澳洲，最近拢受到伊的迫害，敢真有法度成功恐吓别国的人民？这毋知影，也毋过已经成引起更较大反对不满的声音。